好，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中型航空确诊的这个纽西兰的机师已经防免诊。即摆佫传出讲，有一个甲伊共班机的空服员，伫咧倒来台湾的东港暗时，就去参加一个超过100个人的聚会。当迎来证实讲，确实有这个代志，也毋过，迄个空服员并无入境人的国家来过暝，照规定无需要居家检疫，嘛无违规，这个检测的结果嘛是阴性。确诊的纽西兰籍的机师暗号765，在货物飞去美国，飞行机除了空服人员并无人客。等来台湾了后，听讲有一个共班机的空服人员，迄日刚暗时随参加几百人的聚餐，听起来互人着惊。因为中型航空发出声明，讲这个空服人员无违反规定。这个空服人员是伫12月12日伫台北飞芝加哥的客机机舱载回时，做客舱的检货人员，无载人客。到芝加哥了后无入境，就原班机转来台湾，10时透早转来到台湾，嘛无载人客。依照民航局的规定，伫外站无入境过暝，机组人员无需要居家检疫。所以讲，这个空服人员16暗时就参加私人的聚会。因为甲确诊的暗号765，外籍医师共班机，所以讲嘛做核酸检测，结果是阴性。为19开始进行居家隔离。要外站的管理很确实。它等于一个本土的延伸，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安全情况才可以嘛。那显见，在外站的管理，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是落实的。空服人员无违规，也过针对机组人员的居家检疫规范，可能会更加严格来执行。毕竟面对这个疫情，只要有一个所在出问题，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后果。